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28公司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明仔开始，高丽的春节连假天气变化真大，初一甲初二天气较稳定，其他时间会落雨嘛较冷。过来，今仔增加27个本土病例，高雄港相关增加4例，台北卫厝中人的这案又有来人围着，加客中营搁增加4例。副总统赖清德参加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有甲美国副总统贺锦丽讲到话，嘛有甲卡斯楚会谈。新闻开始来看农历春节9天的连假哦，天气的变化是真大。明仔载是连假的头一天，有真侪所在拢会落雨，佫会落了真大。刷来到2、9暝哦，因为大陆冷气团南下，温度上低只有12度。初一甲初二会较温暖一寡，一寡所在嘛是会落雨。初3、初4中部以北伊佫开始会落雨，初5佮初6哦，天气嘛是佫真凉冷。28早起，台北市外口的天气较凉，落雨记录增加。有个下晡开始有局部阵雨，所来起至到礼拜6，方面大水气路南，气温对明显下降，尤其30。受冷气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花莲气温会较偏冷。尤其到了除夕的清晨，气温是降到最低的。我们预估在除夕清晨的时候，中部以北的最低温大概是12度到14度。气象局预报9天连假天气强调会有4阶段的变化，预告连假第一天全台拢落雨。威罗梅前一天到威罗梅受冷气团影响，白天温度只有12到14度，而且温度一直降低，愈暗时愈寒。初一到初二，冷气团减弱，气温小可回升，暗晡水汽会慢慢增加。北部、东北部有局部短暂雨，初3、初4有接近大陆冷气团强度，冷空气通过。中部以北、东半部落雨记录增加，继续影响到初5、初6。伴随冷空气南下，初3到初4的清晨，这一波的降雨又会再比较显著一些。春节连假进前上半日最后一天，各度已经出现零散的回乡车流。高公局预估，今仔日车流量有105万车公里。预测路南上大车流量会落伫初2，中北部分预估初4车流量上大。预估从初1到初3会是我们南向的尖峰的最大量，初3到初5会是我们北向的尖峰最大量，会预估会有一些比较长时段的拥塞情形。高公局表示，初1到初3尽量下晡的时间出发，避免车潮；初3到初6是呼吁早起时段出发，应避免塞车。另外，为自9开始到2月初6，国三新调到验钞系统上大约汇率搁拍8折，0点到5点各度暂停收费，民众应归家利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疫情哦，咱国内今仔新增加27个本土病例，44个境外病例，甲高雄港相关的是又搁增加4例。台北卫厝中人开年厝上山幼林园老师这案哦，搁增加6例。另外，大溪中营饭店嘛搁增加4例。但市长嘛讲哦，嘛讲正月14到19，有住伫大溪中营饭店的旅客，拢爱来采检哦。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有27例，那没有死亡的个案哈。那境外移入有44例，这个防重，那还有一位圆山的妹妹。好，在那边，那这样的一个群聚里面哈，那原来是6个，那今天又增加了6个，啊，这个群聚是有12个。从这种本身的那个，如果说有人的朋友，有人哈，当然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个足迹的重叠哈，大家也知道，在一个面馆里面用餐，好，那就大家看它有关联足迹有关联的是18590。好，那他是一位幼儿园的老师，总共有幼儿园里面有4位确诊，4位的这儿童确诊，那1位同事确诊。宜兰礁溪这个饭店，现在他总共有确诊的有他一个饭店相关的来源的总共有确诊的有13位。好，那今天我们这里面是增加了4位，就是在1月14号到1月19号之间住在那边的旅社的人我们也呼吁他们也尽快出来采检。好，那高雄的个案现在看起来到今天有4个个案，那都是在居隔中的。好，那这看起来相形乐观啊，不过也不敢太乐观。再来看阿东病院又搁增加一个人胃着病，是一个20多岁甲之前确诊的母仔囝住伫隔壁病房的人，嘛是伫病院照顾病人哦。
阿当病医是认为讲，这应该是共一个传播链。另外，台北市卫处中人的捐助案嘛，搁再扩大，又搁增加一个松山区幼龄园的老师，甲老师兼课的补习班，有3间无共国小的学生啊，甲职员哦，计共有6个人画着。市政府嘛已经派出采检车去学校体检。新北阿当病院进前破胎段已超过7天的病人甲白病人，一位女病人甲白后生拢确诊，而且个体检的时阵，这个白病人PCR阴转阳是一位20多岁女性，CT值20.4，甲进前确诊的母囝所住的病房是隔壁房。因为阴转阳其实本身并没有传染力，更重要一点就是耀东医院非常的积极的面对，已经连续3次全院采检，将近15000人啊都是阴性，所以耀东医院其实他们已经全面都在备战当中。阿当病院依照空间时数研判是共一个传播链，马上控制接触者，佮采取隔离管制措施围堵病毒。导致房中捐助案扩大，房中朋友到面店啊食饭，传染予松山区一间幼儿园的老师，幼儿园加兼课的补习班总共147人被扣咧居家隔离，而且暗时来自3间无共款国小的学生职员有个人确诊。市府一备下晡要派采检车进驻校园。针对每一位的确诊案，台北市政府都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会积极的扩大采检匡列隔离。如果有被匡列隔离，也希望大家能够尽量配合。我们希望及时的阻断这个感染链。疫情欠管，餐厅内底食饭政策是不是应该调整？台市按算伫春节提升防疫警戒2.5级。目前相关内容也在讨论当中，其他5都暂时无要对咧做。已经较严的高雄甲桃园也拢推出比中央更较严格要求。记者综合报道。反倒高雄港的疫情会继续拖，交通部是要求港区的管制站要严格来查验往来人员，无做过第2届体检的人就禁止进入港口。市政府嘛要求10日以后，把进出中岛、上港区等所在有接触风险的人，这2天要搁做1届的 PCR 检验。因为台湾灯会今年伫高雄举办哦，高雄职位嘛宣布讲2月底以前暂停现场卖票，乘客就要用家己悠游卡等方式来坐车，避免接触感染的风险。高雄34号码头管制站28号一透早就看到货车排队排真长。交通部提管高雄港的防疫，所有要入港区的人，除了爱扫 QR code 实联制，搁爱摕身份证等证件。因港务公司的 App 比对，无完成2道体检的人，袂使入港区。做完第1次以后，你没有做第2次的话，我们在港口的管制站这个区域，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拦查。如果你没有完成的话，我们会就近请你在筛检站这边进行快筛。除了出入严格管制，34、36甲55号码头管制站等体检站同款真无用，因为市府要求12号开始入过中岛上港区，也是机场造船厂等所在有接触风险的人。28、29号爱全面搁一摆 PCR， 但毋那港区紧张，就要过年啊，因为台湾灯会期间可能有真侪游客来高雄。高捷嘛宣布29号开始到2月底暂停卖单程票，减少接触的风险。我们是希望说可以减少大家接触的机会，然后让民众呢可以使用自身的一个多元支付，或者是信用卡，或者是说自己本身的手机啊这样子的一个用具呢，就可以进闸门，会比较安全，因为这样就不用接触了。根据统计，高捷用单程票的人大概达有3%到5%，但为了确保像中部等族群可能袂晓用一卡通，也是信用卡、路卡入站。高捷表示，有单程票需求的人，也是会使去服务台，由高捷来人协助入站。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陈显坤高雄报道。桃园市长郑文灿早起表示讲，目前疫情是搁继续的拖，也毋过新增加案例拢是可人采检验出来，嘛知影感染源。昨昏新增加的越南移工甲卫着病幼儿园学生仔的爸爸哦，这2人的公司嘛大规模体检哦，加在员工拢是阴性。万雄自贸园区烧出阿hiệu传播链了后，桃园市府马上展开企业移工扩大快筛，而且成功找出一间工厂越南籍移工确诊，感染源也无清楚。市府也赶紧将对全厂员工645人PCR采检了后全部阴性。虽然我们筛检6万位，那筛出1位还是非常有价值。那除了有雅旭这个群聚感染的事件以外，基本上这移工的这个防疫安全
基本上还是非常的稳定的。因为这变下有日横传报连有学生囡仔爸爸确诊，伫桃园鼓山一间科技厂上班，这场员工348人，市府也拢采检，全厂员工拢是阴性。啊，不过社区采检站自测采检的3856人，市长郑文灿预告会阁有新增加的个案。昨天采检了3856人，那么有新增个案都是匡列采检，或者是可以追溯的这个范围，但是这个采检还是必须要继续下去。虽然郑文灿强调，目前桃园的4条传播链拢正清楚，啊，不过搁一摆呼吁民众去过前都火锅八德介绍店、农家乐小食店等场所，全部拢要去采检，都惊还阁有暗藏的感染源。防疫是时时拢要注意，过年期间部分采检站会继续运作，要甲病毒比赛，赶紧将这疫情来给控制掉咧。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居家检疫民众落跑，罚款30万哦。苗栗某一个对中国返来到台湾居家检疫的大查甫人，伊半暝啊去邮局领钱，警察临检哦，本地也算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后来才发现讲伊违反检疫的规定，嘛该移送卫生局去处罚，上当时会当罚100万。男子领了现金，等于邮局的提款机来离开，不过看起来真紧张，还佫领了大笔的现钞。警方一度怀疑是诈骗的车手，警方班查发现，男子是为中国上海返来台湾的居家检疫对象，不过还未期满，就已经四界爬走。我回来一趟已经10万了。你从哪里回来的？上海啊，对不对？好啦。我跟你说没办法，这真的没办法。你这我通报上去又……我跟你说，我们书就都一定有资料了。警方对查发现，这个30岁单身男子为上海返来台湾，伊照规定伫检疫旅馆待了10天，剩落来最后4天是居家检疫期。原本想要伫过年之前，趁着暗时啊拢无人，到徛街附近的邮局来领钱。25号暗时啊偷偷出门，不过却拄到员警。男子虽然向员警来求情，不过还是要依法来开罚。员警依照规定通报卫生单位，并确认该男子返回住处。在此呼吁，目前疫情险峻，民众务必遵守防疫相关规定。警方表示，目前男子健康良好，不过着防疫还是要保持距离，而且一路拢对调的，就惊讲搁再落跑，嘛确定无甲其他人来接触。不过违反居家检疫是事实，嘛就会移请卫生局依法来开罚，会使处10万到100万的罚款。记者苗栗采访报道。教育部昨接到通知哦，讲2月15到礼拜这段时间，境外生也是相关人员检疫未当佮申请住伫集中检疫所，爱改住防疫旅馆。学校嘛必须伫因这的人入境的前5天之前来申请，无得互撤销入境的许可哦。教育部是统计，大约有274个人会受到影响。各大学第2学期境外生头一批伫2月16日入境，不过医学会27通知教育部，国内疫情当日严重，集中检疫数量仍有限，大省予国内民众做隔离使用。2月15到2月28这段期间，停止教育部境外学生甲教研人员申请去住集中检疫所，全部改去住防疫旅馆。若准无伫咧入境日前5天完成申请变动，会撤销本地合法的入境许可。专责的单位在负责这一个事情，那也跟台南市的卫生局都有这个联系，媒合的界面应该是还好。新光大学表示，找防疫旅馆不是问题。清华大学也讲，16无清大境外生要入境，不过伫咧2倍进前有要到100位的境外生会到台湾，因主本就安排因去住防疫旅馆啦。学生他本身的要求，因为有些人他可能经济实力就是困难，他就是要便宜嘛。第二个，大家就配合着这种高风险国家。不过这次来的刚好就还真巧，就是没有这2类人。虽然因无受到紧急通知的影响，不过严大人也讲，明仔载特别休过年啊，时间上有淡薄仔赶。淡薄其他的大学无受到影响。境外生权益小组也认为，经济状况无理想的境外生入学的时间恐惊会拖慢。如果要在这样短的10多天的时间内，那像春节这个档期价格其实增加了非常多，那我觉得对学生来讲，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无度负担防疫旅馆费用的，伫台塑待着66位对马来西亚的侨生，本地是决定2月中过后会入境去住集中检疫所，不过即马决定是全部迁到3月再入境，也因为上紧入去学校的时间是3月底，可能是赶袂赴开学，前2礼拜会先施行线顶教学。记者综合报道。负
副总统赖清德代表总统蔡英文去洪都拉斯参加新任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嘛去现场祝福。赖清德嘛甲贺锦丽讲到话哦，后来嘛甲卡斯楚会谈。咱台湾有捐一寡防疫物资予洪都拉斯，卡斯楚嘛伫推特发文感谢台湾。听到现场司仪宣布咱国特使团入场，副总统赖清德带领官员加入去洪都拉斯总统卡斯楚就职典礼会场，因甲洪都拉斯的人民摇手小酒问，现场的民众是真热情回应。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嘛去现场，伫个幕僚技术性的安排之下，赖清德甲贺锦丽两个人一开始是徛做伙，赖清德顺即个势，甲贺锦丽小酒问，因两个人讲话差不多30秒钟。根据了解，赖清德甲贺锦丽讲，感谢美国对咱国的支持。贺锦丽嘛甲赖清德讲到两国伫中美洲的共同利益，也佮有中美洲移民的议题。赖清德甲贺锦丽的座位拢互安排伫个头一排，两个人中继西班牙国王菲利佩6世、甲哥斯达黎加总统阿瓦拉多，另外贝里斯总理布里斯诺、甲多明尼加副总统潘尼亚嘛到现场祝贺。赖清德嘛一个一个甲因对话。西班牙方式伫个推特公布的影像。嘛有赖清德甲菲利佩6世讲话画面。典礼过程当中，有现场观礼民众向昏倒，有来考遗书身份的赖清德一个听到这个声音，想要去甲伊斗相共，不过因为已经有人去处理啊，所以倒来座位。这个过程当中，贺锦丽嘛有看到赖清德行向昏倒的民众迄个方向去。洪都拉斯新任的总统卡斯楚，伫因翁婿前洪都拉斯的总统塞拉亚的陪伴之下宣誓就职。会后，卡斯楚甲贺锦丽双边会谈。贺锦丽甲媒体表示，两个人并无讲到中国的问题。赖清德接续嘛甲卡斯楚会谈，而且捐防疫物资予因。卡斯楚嘛伫推特顶悬发文搭会谈的相片，感谢台湾要协助洪都拉斯发展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铁要伫宜兰设站哦，目前嘛已经有初步的共识。交通部昨个审查会议决定讲，高铁的宜兰站要设伫县政中心南边350公尺的所在，刷内地来进行宽屏。为空中看这一大片的农地未来，可能乘坐高铁延伸宜兰案中宜兰站的地点，这并不是人口密集区，冲击相对较细。交通部二次针对高铁延伸宜兰案举办审查会议，宜兰县长林祖苗到场讨论，将基本确定位伫县政中心以南350公尺的所在。感谢那中央交通部已经重视到宜兰的这个交通的建设，大家都知道。高铁的延伸是宜兰县的盼望和期待。事实上，宜兰站的选址过程一直无顺，包括4城宜兰县政中心加罗东市的方案，最后再选成离县政中心大约350公尺的方案。确定了后，路线长59.3公里，兼顾溪北溪南的发展，区段定州的开发效益悬，阁是人口密集区外边冲击较细。方案经费支出大约1880亿，搁规划上紧2025年动工，2036年完工。那本计划暂以地方折中方案，县政中心南方为高铁暂时优选方案。那后续也请铁道局以地方折中方案来办理后续的环评作业。因为这个县政中心南的这个设置呢，其实超乎他们原来规划。那么一个站子可以随便的这样子这么快速的一个产生，是令人匪夷所思啦。这个也是让人家对运输的这个专业会有所质疑的一个地方。虽然选址的过程一直有争议，也毋过日子总算有进展。专案伫审查会达成共识了后，爱阁经过环保署的宽评，通过了后，送行政院核定综合规划，才会办理设计工程发包等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团早起伫立法院门口宣布，国民党团大会有39个委员同意，未来袂阁提供公民监督国会联名资料哦。嘛指控讲，这个联名是民进党相关的组织，也毋过公督名是强调讲监督国会无分哪力，嘛强调讲委员的出席质询，佮有审预算，其实网络顶头拢有相关的资料，强调讲联名的评鉴结果哦是会当接受社会检验。
质疑江泽民有政治色彩。国民党团立委28去立法院议场的门口，宣布经过党团大会决议，有39个拿赢的立委同意讲，无爱提供资料予江泽民来做评鉴，而且列伫台观察的名单。国民党团讲，江泽民是民进党的实骨，无论国民党是执政或者是在野，江泽民都是挂有色的目镜伫监督。从此刻起，本党39位立委不提供任何资料给公督盟，然后受他们指指点点。公民监督联盟的执行长竟然还陪同开记者会，为华视的总经理背书，不但指鹿为马，而且意图挑起族群对立。监督国会不分蓝绿。胡拿赢讲是民进党的附随组织。江泽民同一天召开记者会，甲因呛倒转去，批评拿赢讲的话是喊呱呱，强调讲监督国会无分蓝绿，而且佫直接讲拿赢的立委陈玉珍对华视总经理曾洪嘉做的代志是伫报鸟饲仔湾。江泽民表示，评鉴并无强制性，最近要是依期80个立委主动参与评鉴，会将资料交予江泽民对外公开。特别是陈玉珍委员啊，他是台大法律系毕业，难道不懂得啊？他要指控公督盟评鉴不公正的话，举证责任在他身上啊！排站20多个立委来说抵制公督盟评鉴，这真的是公督盟成立以来人生莫大的成就时刻，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这些人领国家的纳税的钱，他不是更应该对于共机扰台来做出抗议吗？江泽民表示，立委出席质询法案预算提案，也佫有质询的内容，这个基本评鉴的指标上网就查有，所以立委就算无交资料，嘛无法度闪过评鉴。因甲国民党团话讲，文件都要较认真的，唔通干来遐攻击特定的公民团体。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地检署已经起诉对立委高嘉瑜起卡动手的嫌犯林秉厝，昨嘛裁定讲林秉厝继续收押3个月。林秉厝的律师讲会提出控告。新北检方第2个以伤害、妨害自由等罪嫌起诉林秉厝，法院嘛随开羁押庭。林秉厝互裁定继续收押3个月，嘛禁止面会、禁止写批。林秉厝的律师是表示真失望，讲会提出控告。立委高嘉瑜是讲伊应该会当安心过年咯。再来看台北市长郭文地讲以善待动物，这是进步的国家。也毋过今仔早起，有动保团体是指控讲，台北市动保处委托民间稽查动物营业场所的时，要求因几分钟内就结束，简单调查就好哦。而且外包的条件阁真可头。也毋过动保处是强调讲，外包的听事拢合法，民团有意见，因会检讨改进。也着报条，动保团体代表来到市府门口抗议北市动保处委托因进行稽查，采责任制。不管稽查开偌济时间，拢互伊相同的钱，甚至叫因定需要开几分钟来查就好，完全无尊重专业。种种原因无法稽查，稽查员必须一再二再再再，直到稽查完之后，他这一件才算结束。问题实际上，付给稽查员的薪水早就低于最低薪资了。动团指出，稽查一件互因700块，但因稽查3间店开超过5点钟，6点钟根本无到140块，批评北市府真酷刑。他就像是一个惯老板，他用很糟糕的工作条件跟很高的责任制去要求我们这些团体。为着要掌握听不相关业者敢有违法的代志，北市动保处委托4个动保团体进行初步稽查，但动保处强调，双方并不是牢固的关系，动团嘛不是动保检查员。这不是一个牢固的关系，这是行政委托，其实是一个平等的关系。那契约也一定是经过双方确认之后才可以去签订。这个抗议是因为动保处委托案原本是每件互因700块，按人头来计算，换约了后要改成一件750块，无关人头。动保处强调，稽查业务已经单纯化，集中伫宠物美容甲特定宠物业。原本动保团体不满侦证书嘛是要由动保处来接下，后来北市府改派散发局副局长出面，抗议才暂时结束。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
来看美国波士顿一间病院，防指控讲病院拒绝替一名无做过武汉肺炎疫苗的病人来做换心脏的手术咯。也毋过病院是强调讲，做任何的手术拢一定爱先做预防针，这是为着要保护病人。另外，美国有超过80%的民众是认为，疫情只要流行感冒发，这就代表讲病毒永远未消失。波士顿布里汉妇女病院和家属指控，用无做新冠疫苗理由，拒绝为今年31岁弗格森做心脏移植手术，甚至将伊为医生名单当中除名。发生几啊摆血甲塌掉咧，而且其中一摆插一条无名的伊，对新冠疫苗可能出现的副作用表示真烦恼。He has been asking the doctors is to provide him or assure him that he will not be negatively impacted with the vaccine, that it will not make his current critical cardiac situation worse, and they cannot provide that information. DJ is not against vaccinations. 院方声明，医师病人需要做新冠疫苗，爱过健康的生活，这拢是基本要求。另外，做过疫苗的人生存机会较悬，进一步确保受证者伫接受珍贵的器官捐赠仪式了后，能活搁较久。There have been reports of some blood clots and some inflammation from the vaccines, but far less blood clots and inflammation than what happens when you get COVID, where the blood clots and inflammation can be lethal. 另外，这一摆疫情什么时阵会结束？根据美联社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调查，美国只有15%人认为只有病毒被大量消灭，才算完全结束。不过有83%人认为疫情流感化了后，对永远未消失。而且为了无要被感染，64%受访者表示会选择避开群聚，65%甲别人做伙时阵会挂喙罨。两项数据拢比去年12月57%较悬，60%会避免非必要旅行，这个数字比前一个月53%较悬，也是去年春天以来上悬。迄时阵真侪美国民众拢也无完全做疫苗。另外，美国5到11岁囡仔注射率是真低，只有37%的父母认为马上爱替这个年岁的囡仔做疫苗。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再来看日本福岛的核灾发生较大，已经11档咯。第27号有来的17岁到27岁少年人对东京电力公司提起赔偿的诉讼，这类人是表示讲，迄当时因拢住伫福岛，2018年开始陆续有人得到儿童的甲状腺癌，因认为这是辐射核灾的辐射造成的，要求爱赔偿大约1亿5千万。手提救甲状腺癌患者的报条，原告律师甲支持者因准备行入去东京地院，对东京电力公司提告，认为讲个是因为发生核灾，外涉的辐射才互因得到甲状腺癌。福島原発事故当時、福島県で居住し、事故によって被爆し、その後小児甲状腺がんになった若者6名が被爆が原因であるとして、東京電力に対し損害賠償を求め。東京地裁に提訴いたしました。这边的诉讼是日本311核灾了后，有6个诉当时6岁至16岁儿童青少年，因伫核灾7年了后，刷了红验出讲有得到儿童甲状腺癌。目前4个人因甲甲状腺拢甲切掉，规4人拢爱做激素治疗。另外1个人伊的癌症传到别个所在，还佫2个是甲这个甲状腺做部分切除。这6个人因的生活甲工作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因甲东电要求赔偿6亿1600万的日票，荷兰代表是1亿5千万。这嘛是核灾了后第一件甲健康有关的集体诉讼。私はがんですと診断された後、この甲状腺がんと福島の原発事故の因果関係はありませんとはっきり言われました。その時の何とも言い難い気持ちと母の涙は今でも忘れられません。日本政府捌伫个核灾了后，对灾区各县拢总38万人，18岁以下儿童做健康检查。诉当时有超过290人，亲像是治疗，也是讲有得到甲状腺癌。其中266个人是福岛的居民，这比进前每100万人有1人至2人得到爱捐出真济。不过，伫个2021年，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科学委员会。因的报告显示，讲福岛核灾的辐射对居民的健康无直接的影响。因来核灾后，福岛儿童确诊率飙升50多倍才济，迄是因为检验准确度提悬，和辐射无关系。东电表示讲，会研究相关赔偿细节了后，认真来回应这场诉讼。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
明仔载开始，到你的春节假期哦，指挥中心呼吁民众出门要爱挂嘴安，嘛要保持社交距离。亲戚朋友食饭尽量爱控制人数。指挥官陈时中嘛表示，目前咱国内的防疫警戒哦，嘛是二级。准讲地方政府认为讲有必要更较严格，会当家己来注意。台北市政府就表示，台北市2.5级的防疫嘛已经规划好了。本土疫情严重，各都市春节回乡潮都惊新冠病毒对人潮流传扩大感染。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春节防疫指引，除了过来洗手、做完整疫苗以外，特别针对去看免疫力较歹对象，亲像慢性病人、老大人、有新的婚姻人、幼婴等，爱挂嘴安，搁完整做疫苗。或者是规期以电话视讯代替见面。另外规定出外专程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防体温、食连制、自餐爱控制人数等防疫规定。那我想生活还是要过哈，那大家一起来防疫，只要不要太过密集，就相对安全啊，很难追求到所谓的零风险，所以我还是要追求低风险，那多层次的防疫。那没有打疫苗的就一定要去打。相关防疫指引适用时间是不是只到过完元宵节？陈时中表示，这是生活新常态，防疫人员有责。行政长苏清昌表示，餐饮业无禁内容有真济考虑，希望防疫甲生活拢能兼顾。都是轻症甚至无症状，所以我们不禁止餐饮内用。这原因也就是因为顾疫情，因为顾生计。抗疫疫情，台北市长郭台表示，咧规划防疫2.5级，重点会放伫餐厅。台北市春节期间升2.5级已经规划好啊。台北市目前的确是有餐厅的足迹，2级、3级我们其实都有自己的 SOP。其实我们针对2.5级也已经规划好了。新北市是不是对咧提升防疫等级？新北市长侯友宜无说明，暗过强调新北有防疫 SOP 会好好防疫，守住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若地方政府感觉有风险，需要增加防疫措施，大方向要甲指挥中心违背，拢授权地方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云林高溪草鸟这几天樱花拢开甲真水哦，因为疫情大家无法度出国，所以樱花开哦，人阵就真恐怖，嘛造成塞车顶乱伤。今年哦，云林县政府对正月29到3月初6会来实施交通的管制，过年期间嘛来管控人数。来到云林高溪草鸟，现在樱花已经盛开，吸引未少人潮前来看花，但去年拄上假日时，捌一天涌入上万人潮。造成塞车和车辆违停的乱象，和游客和村民拢报冤。因此，文管府今年决议，为1月29号到3月6号，要在这实施交通管制。我们做了两个停车场吼，那总共可以停301部的车格，让民众来停驶。那我们也有几个管制点哈，管制我们的小车不要上车，就停到我们的这个停车场。另外，我们路边也找了一段路可以停1.5公里，大概也可以停400部车哦。干部处表示，包括春节期间、礼拜六、礼拜日假日，交管于下早7点到下晡3点，拢禁止自小客车入去招标，游客会当将车停在停车场，搁坐接驳的车上山。至于县内各景点，文管府呼吁配合防疫原则来做人流的管控。而县内各公园及景点以及餐厅都要依据我们中央指挥中心的一个指引我在这里呼吁民众在人群中应该保持社交距离，戴上口罩。那相关的接驳公车，我们要求要梅花座，保护自己也是保护别人。文管府表示，春节期间为着当做好市场和夜市的人流管控，文管府嘛透过云林币 APP 实联制，和人流天数分析，会当每10分钟换新一届资料。后民众要前往夜市市场进前，了解人潮是毋是会相客，但嘛是提醒民众爱做防疫等措施。记者为你报道。因为疫情的拖烧，台东县政府要取消元宵节早汉灯夜甲庙会活动，台东市公所嘛要取消元宵灯会甲放烟火哦。也毋过台东市区的灯会区拢已经安排好势咯，所以灯区会照常来提供民众翕相。台东市区清洁队员即马逐工排班做市区的消毒，尤其25只开放使用的成功游乐园区。今年台东市公所元宵灯会开7大园区，暗时南京路广场点到各种秀水，其中成功游乐园区囡仔用坐伫海公手的高顶顶悬，延伸高顶气球绑顶会变色的高顶真受欢迎。不过因为疫情欠悬，游客搁进入台东。台东市公所决定甲台东县府共款取消元宵庙会活动。
动。也宣布取消2月11日灯会开幕活动、亲子活动区暂停活动，不过灯会区未关起来。禁止我们小朋友跟我们的灯体来直接的碰触哈，只有允许可以拍照、可以打卡哈。另外，每年台东市公所伫海滨公园办的元宵灯会之美活动，今年也取消，避免群聚。出入口蛮多的，我们难以管控啊。这个10连制啊，这个量体温，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太多人员去做一个管制。台东市公所表示，今年元宵节配合农历虎年，做古水的火锅灯，呼吁民众唔通去摸，翕完马上离开。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县有一个种柑仔蜜的少年农民黄明业，伊为婴儿地摕相机去记录农村的生活。伊捌伫2016年摕到国家地理杂志摄影比赛的第2名，那么做伙来欣赏伊的农村的作品。10年前返来故乡的黄明义，当咧文史内底无闲种作。伊除了平常时种柑仔蜜，阁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专门翕农民生活的摄影师。翕的相片阁捌摕过摄影比赛好成绩。本来其实我是一个不是住乡下的人嘛，我嘛是住伫都市的。那所以回来的时候觉得说，原来我们身边有这么多很特别的画面啊，很特别的产物啊，原来都是乡下很常见的风景。一张一张的相片记录农村内底各种生活甲产业。黄明义讲，农村的石头虽然真辛苦，但是有真侪真水的画面、真好的故事，只是平常时大家无去注意到。当我开始记录的时候，我了解，或者是我透过跟他们做简单的访问之后，我得到的这些过程，其实对我来讲是蛮大的养分呐。黄明义原本只是想要用相片记录家己种的柑仔蜜，因为感觉趣味，所以愈翕愈侪，嘛记录真侪农民的生活。即摆伊嘛甲在地青农组织一个平台，希望透过大家的宣传，互更较侪人会当看到农村的产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台中一个公务为业者偷排废油，伊阁甲油倒伫一般道路边仔的水沟啊，假做是水入过外包的施工的厂商哦，实在是真大胆、真恶质。一台租车停伫咧路中，2名人员落车偷抵工程帽仔，身躯穿反光的衫。真熟手甲水沟盖拍开，放入去管线，甲几台车的废油排入去涂骹，前后无到5分钟，过程全部拢去监视器翕落来。代志发生伫咧25号中昼，不肖业者假做台中市水利局委约施工的厂商，到石冈仔大用过一个面体头前偷排废油，当地民众完全无发觉。前2天我看我们隔壁的那边。我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把水沟盖打开了，我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好倒倒咧，啊，咱若怎迄个食迄个水无健康要安怎？当然是袂使咯。是，因为现在都有废油回收的机制啊。对啊，怎么会去发生这种事情？民众认为偷排实在不可取。台中市水利局表示，石冈坝水资源回收中心监测系统迄一日就有发现回收的水质出现状况，而且有油污的气味，马上通报警方甲环保局。环保局初步判断是废润骨油或者是撤销油，锁定租车疑似来自乌日，会调车籍资料，通知车主到案说明。这次偷排疑似撤销油的这个水质，会影响我们水质中心的处理能力。我们呼吁业者不要以身试法。那这些会有呢，依法呢经委托合格的清除业处理，不可任意弃置的。那本局呢经调阅的车籍资料，请车主于今天到案厘清相关事宜。水利局指出，废油会影响到废水处理的生物机制系统，目前已经截漏处理，会等到符合水质才会放流。环保局是强调，若一切查证事实，会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将不肖业者移送法办，上悬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会使并科15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台中报道。花莲的海边啊开放了后，业者是推出真侪活动，也毋过有环保团体检举讲，有关讲业者伫花莲溪出海口附近经营沙坡车哦，是严重破坏着生态。伊讲哦，附近阁有一寡古迹，呼吁相关单位应该爱重视。来到花莲溪出海口南边的岭顶海边，这原本应该是花东沿海自然保护区，却毋知当时变做安尼光秃秃，结果是沙滩车业的业者伫遮咧经营。这个地方是不是违反海岸法？好，那我们这里是不是生态保护区？这里其实是林木是不能砍伐的，地也不能擅自变动地貌。
伫遮的地下，还佫有4500年前的岭顶遗址。去年地主就捌因为开路挖出真侪老灰啊片，索起红发。即摆佫做业者经营，引起外界咧回价。今天坦白讲，它只是车辆一般在行走，是不是今天只要是生态保护用地，还是今天一般保护区，都不可以有车辆上面的行驶？这一点我们会再去询问清楚。县府观光处是表示讲，若照目前的法规，敢若有核准沙滩车业者伫咧花莲KE北到和平的海岸遮咧经营，即搭是花莲KE南。不过若是伫咧私人的土地顶管，都毋是县府通管辖的。也若讲即搭是毋是自然保护区，这都要爱来确认。海岸法它所规范的是针对公有自然沙滩。那既然如果这里是私有土地的话，自然就不是属于公有的沙滩了。自然保护区这一块要再去讨论看要怎么做处理。因为争议无法度得到共识，商业开发甲生态环境要安怎来兼顾，法令阁无话清楚。因为它是山坡地嘛，所以一定要做水保，这务必是一定要去申请的。那对于文化遗址的部分，也是要跟文化局这边做申请，才可以再动的。也若沿海保护计划上早是民国74年行政院核定，即搭伫84年设定做环境敏感地区。不过伫107年全国国土计划内底红删除，109年营建署检讨讲是毋是要停止适用，上尾的认定结果，目前海审会还佫无决定。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这礼拜公布武汉肺炎的长期后遗症，咱国内有一寡病人有相像的镜头哦，亲像胃着病已经恢复健康超过8个月，也毋过嘛是佫疼甲无法度起床，也毋过英国上新的研究是发现讲，做过2档的疫苗，有这款后遗症的几率会较低。一名70外岁荷兰人有真侪年糖尿病史，去年5月感染新冠肺炎，住院5外月才出院。是要到开始出现无定时的神经痛，甚至痛到无法度起身，规工拢无法度出门。后来经过门诊追踪，才知影原来是得新冠肺炎长期后遗症，俗称长新冠的影响。他糖尿病的那个神经病变的确是又比其他人来的严重，所以他常常会觉得说很疲倦。早上的时候起不来，然后就是卧床，然后就没办法出门。医师表示，国内新冠肺炎恐吓人常常看到的后遗症，包含疲劳、皮毛、会喘、记忆衰退等脑部症状。国外研究报告也指出，糖尿病染疫时阵病毒量较悬，捌得到第4型疱疹病毒甲特定自体抗体胜过侪人，是长新冠4大高风险族群。出院了后，爱配合复健门诊，才慢慢恢复正常生活。在国外像 UCLA 它就直接成立一个新冠照护中心，在欧洲也会有成立那个新冠照护的专门的机构。那但是台湾相对的规模比较偏少。医师提醒，患者染疫了后身心压力是真大，医疗机构应该设新冠肺炎特别门诊。另外，英国上新的研究报告也指出，有做过2期疫苗突破性感染的人，得到长新冠的几率较低。呼吁民众赶紧做疫苗，降低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现代电机系曾地清教授的团队开发立方卫星哦，伫台湾时间的10月13暗时，伫美国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后续的信号接收了嘛真顺利，卫星的状况是真好哦。未来是当来提供救灾的定位，佮有生态调查来使用。SpaceX Falcon 9拉鹰9号运载火箭，台湾时间1月13暗时成功将105粒卫星送上轨道，其中1粒是成功大厦电机学系曾地清团队所开发的 IRIS-A 立方卫星，各工团队都伫地面上完成通联。当天晚上它有比较高的仰角，所以我们就开始做所谓的完整的通联。那这个完整的通联就是有收跟有发，应该说1天的时间，我们就确认卫星的健康状态是符合预期的。曾教授讲 ，IRIS-A 放伫500多公里高度的轨道，目前电压、电量这类系统检测拢真好。这粒2公斤级的卫星，兼有智能遥测加物联网功能，目标是伫太空中展示物联网通讯技术，譬如讲结合人工智慧影像辨识，真紧会当过路，也是锁定有兴趣的所在处上来做通讯卫星，会当应用伫无网络的所在救援也是服务。山区的救难、海面的救难，或者做一些生态的调查，
哈，比如说你关心，事实上是可能某个海龟，它事实上是怎么的移动，或者说某些，所以这些生态调查，事实上也都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实现，因为它本质上来讲资料量不是太高。第一阶段的发射甲早期轨道阶段顺利成功，团队指出是整一粒防风立方卫星所建立好的航太科技基础。除了操作 IRIS-A 持续执行 IRIS-B 甲 IRIS-C 计划，预定2023年发射成功，希望这3粒立方卫星顺利执行，对台湾太空产业的发展甲人才培育拢有正面的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大戏剧是高雄真重要的汉洋文化，时代的改变，大戏剧这种文化嘛，豆豆啊消失了。高雄有3个少年人哦，因对高雄真有感情，嘛想要甲港口的记忆留落来。明仔载暗时7点半，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的节目，特别带大家来看这个少年人是安怎甲大戏剧文化走出回来。渔船仔出海，若想要大丰收，拢会伫咧新船落水的时阵挂5彩的旗仔。旗仔彩愈济，代表丰收的祝福就愈济。这种旗仔伫咧台湾叫做大戏旗，伫咧340年代是高雄真重要的汉洋文化。不过因为时代变迁，甲渔业资源愈来愈少，即马大戏旗伫咧高雄已经慢慢消失啦。阮真就是要把这个传统的制作的方式咧推转来，互大家知影高雄吼，拢有这个大戏旗的文化。来到基镇。有3个少年人因为对高雄有一份在地情感，决定为大戏剧开始展开，就做伙成立三镇屋工作室。因从2017年开始进行甲大戏剧文化找倒转来的计划。在过程当中，除了四界做田野调查，甚至走去到日本，请日本师傅教因戏剧制作的工法，接续照起工一步一步做试验。啊，讲阮的字米敢若。念的程度甲日本的字米无啥共，会结规矩，像咧麻糍安尼伤念，所以我就搁去找迄字米，找足侪间的去试，一直试。做原料技术自本就无简单，伫咧画过程当中，嘛清在因为小可叮打去，都爱全部为头壳开始。虽然拄着真侪困难，不过也是无影响因想要甲大戏剧文化找倒转来的信念。日本传入来，韩国嘛有，因拢在地化。我就讲因拢留落来，想到咱袂使。渔船仔起行，大戏旗伫风中摇摇飞，这把是高雄人的记忆。要安怎甲用过阳光搁找倒转来？淑文、依玲甲依智，当伫咧追求梦想的路程，互因的戏剧梦坚定随风飘扬。记者周培玲、吴一修高雄报道。嘉义县的故宫南医院按说伫过年要推出3大展览，今年过年是休9日，希望城游客哦拢来嘉义佚佗。伫新湾港的空间发表过年的特展，唔但有人气国宝，阁有礼画甲宗教艺术的主题。嘉义县故宫南院过年除了有活动，嘛甲进前亚洲艺术资料中心重新装潢，正做更较好的活动空间。就是还有风景可以看啊，就是如果想要就是读累了，还可以起来走走之类的。然后像这边有插座，如果要带电脑来做报告之类也很方便。不过这次的改装可以满足我们未来10万册的藏书的一个目标。那另外就是说，我们把传统的书柜移走之后，那希望打造一个非常有大家喜欢的一个阅读空间。除了展览，故宫南院内底的餐厅为了配合防疫甲服务人客，嘛推出机器人的带位甲送餐服务，佮配合故宫的气氛灯塔，希望会当创造话题。在疫情期间呢，希望说可以借由 AI 的机器人的送餐，可以减少跟顾客的这个接触。这样是很 OK 的，尽量减少接触啊，就疫情也可以控管住。故宫南院表示，去年受疫情影响，来故宫南院的游客减去3成。目前疫情的状况也是袂当放轻松，所以相关的防疫规定唔但会继续进行，未来嘛配合中央的政策随时调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乌卡徛鹅伫南非哦，生活几百档咯，最近只10外档，因为气候变迁，数量是大量减少哦。伫南非的开普敦有开一间专门咧治疗徛鹅的诊所，要来帮助这个徛鹅恢复健康，会当继续来生产后一代。
拍南火温暖的日头，这古水的新生物是开普敦吸引观光客一大卖点。乌卡徛鹅伫遮已经数百万年的时间，过去20年数量煞减一半，目前只剩差不多5万只。科学家烦恼影响价特别别绝。皮特森伫专为乌卡徛鹅设立自然保护区工作，伊讲徛鹅数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The climate change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on the colony, so the birds is now breeding, the chicks is look smaller, big boats is overfishing, penguins got caught in lines and hooks and stuff. Everything is now letting the penguin totals drop. It means like we doing something wrong. 气象局影响不良，这徛鹅对天敌的防护能力也真有限。伫北开普敦一间专门治疗加照顾翠竹徛鹅的诊所开张了。这只可怜的小生物3礼拜进前卡摔断去，即马伫医生的照顾之下，已经特别好啊。What I'm doing today is I'm just checking that there's no infection, that the little wounds from the surgery are still healthy. But I'm really happy because it's healing well, and then when he gets released, that's the best. 治疗过后，这徛鹅会被带到游泳池练习游水，恢复元气，确定健康真好，就会传去海边野放，重新得到自由。公司新闻因孝如朋友。来看巴西有业者推出雨伞共享的服务，拢总是有4万支的雨伞，几啊千个所在会当借甲行哦。前几个月嘛开始伫美国纽约推出服务，这间公司是讲，望讲2档内底会当伫欧洲10个国家来设点。用手机扫描 QR code 掠应用程式，伫行动上网的时代已经是真平常。进入操作界面了后，经过会员身份认证，等于伫做雨伞的起点，就一支雨伞。对常常咧使用U-Bike的台湾人来讲，这是真熟悉的标准动作。巴西大城圣保罗以西北风出名，就这间雨伞出租公司创业。即马当地已经4万支伫公司下骹透过安尼出租方式。第一个海外据点因选择美国东环纽约，地点是曼哈顿甲布鲁克林，总共35个出租据点，每一个据点准备100支这种雨伞。The first city that we're basically coming is New York because it's a city with a lot of rain, with a lot of pedestrians, and of course something that we do is we have like it's an advertising market that is very strong. 基本上，这雨伞人若伫24点钟内底行，就免付任何的费用。过期到第2天才会加收相当新台币56块的租金。若今夜累积到新台币445块，雨伞就免行咯。所以租金收入较低，也无算稳定。业者打算将雨伞当做活动的广告看板，靠广告收益来赚钱。业者指出，做雨伞除了解决路人临时的需求，也推广环保材料用意。Our umbrellas are made out of PET bottles, so basically it's plastic bottles that then become like a little cloth, and that's the cover of our umbrellas. And so at the same time, what we're doing is trying to take plastic bottles out of the ocean and convert them into umbrellas. 虽然前途充满无确定性，业者依然有信心，计划持续是2021年伫全美国各大都会区增加100个以上据点，伫2023年底进行扩展到至少10个欧洲国家。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3度；巴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后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